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气象局针对海葵风台继续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检测做轻度风台，所带风台会持续向西边架起，预估要到半暝，台湾本岛才会当完全脱离暴风圈的范围。那这个海葵台风在昨天晚间到今天清晨移动相当缓慢，几乎是在高雄的近海附近呈现滞留打转的情形。在今天清晨4点前后，台风中心有再度进入我们高雄的陆地，并且沿着高雄、台南的海岸线缓慢北上。不过，在刚刚7点到8点左右，台风中心已经逐渐往西北西方移动，进入了海面。因此，目前8点最新的位置大概是来到了台南西北西方约5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期台风接下来还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往西北西方移动，并逐渐通过澎湖的南方海面。而在现在，台风的暴风圈范围仍然笼罩着我们花东地区以及台中以南的陆地，还有澎湖地区。因此，气象局持续对这些区域发布陆上警报。这个是从昨天早上8点累积到今天早上8点的累积雨量。在花莲地区大范围出现了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其中雨量最大的地方在花莲的秀林乡，24小时的累积来到了773毫米，远超过我们超大豪雨500毫米的标准。在未来24小时的预测雨量，也就是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在宜兰的山区以及整个花莲地区，仍然可能出现累积达150到300毫米这种豪雨等级的降雨。而另外，在各地的山区、南部平地、宜兰以及新北的平地，也可能出现大雨这样的等级的降雨。这个海葵风台路线是风沙无涨，昨下晡伫咧台东的东河乡登陆了后，暗时8点为高雄主管出海。今仔日透早3、4点的时阵，风台中心搁为高雄登陆2届，而且伫咧透早5点检测做轻度风台。不过，这嘛久长风台影响咱台湾的时间。今仔日中昼进前，包括南部、甲东半部，还有金门等等的所在，拢要注意可能会透风落雨。路边的树仔倒甲外国市川，风正透，雨正大，水拢袂浮的小透，规条路变做溪。海葵风台中心伫礼拜下昼3点40对台东县的东河乡登陆，不出现16级的阵风。我都好想哭，好想哭哦！对啊，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台风，这个经历太恐怖了。今日路线又来旱季的海葵，正侪4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风台，初3暗8点自高雄的主管出海。不过今仔透早3、4点左右，风台中心又搁回头自高雄近海第2遍登陆。伫今仔透早5点检测强做轻度风台，南部地区也拢出现7级到9级的阵风。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在经过中央山脉之后，其实受到陆地的破坏，结构上已经有比较减弱的现象。不过整体的对流还是蛮旺盛的，其中在比较靠近中心附近的比较强的对流，在过去几个小时一直影响到南部地区。海葵的威力减弱，不过影响的时间会久长。今仔日中昼进前，海葵的暴风圈也是嵌伫咧花莲、台东、台中以南的陆地，一个平湖、金门，风雨也是正大。这么，伊是向西北西方向行向台湾海峡南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较强的对流云系自外海慢慢向花莲、宜兰这边挖来。这个对流云系为这些地方也带来了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比较大的降雨量，而且在这一段时间，花莲也出现了9级的阵风，因此在东半部的风力虽然没有像傍晚之前这么强劲，但是整体的风雨还是持续的。因那北部加马祖地区也是有强阵风，风一阵一阵。气象局讲，海葵风台强度有继续伫咧减弱，而且暴风圈也有救水，但是民众也是要注意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海葵风台因为是为台东扫入来，嘛传出部分的灾情。在东河乡的风雨是真大，有一块大地空棒去风吹一个飞起，去撼到槟榔担。也那隔壁的成功镇嘛有部落的聚会所，厝顶是规个掀起，去见到人的徛家。在个岛甚至有柴起的厝，规间散行去。另外在花莲有树仔倒去，去跌到一台货车，造成2个人受伤。镜头对警方一直显，海葵风台侵袭台东，东海岸国家公园管理处3天台即时影像。下晡有上万的网友替一直健康的镜头加油，不过也是因为电力问题失去信号。风台伫晚近4点的时阵，电流东河乡江俊峰甲大型看板吹倒去，固定架直接讲到槟榔担，互店员嘛踹一个。迄时阵敢有人内底？有啊，有啊。哦，敢有惊到？有啊，我想到了。成功镇的小马部落聚会所厝顶也因为强风飞起，铁饼击到隔壁的厝体，沿路唔规片金蕉树啊，规个凹断，也有一寡看板落落来。成功镇真侪所在停电，就连大型土仔装置艺术嘛吹倒伫涂骹，四界拢是断去的树蛙。台东京城北路风台停留了后，因为大水雨造成积水严重，这些隧道水淹过路面，民众无用清理透明沟仔水。热岛虽然真侪民众甲铁门救来，不过阵风估计10级以上，当地一间民宿2楼以上的木造建筑，吹一个煞飞起，敢若楼部分骨架，好甲再无人受伤。下半场的感觉。花莲同款出现灾情，倒溪乡台30线的路树倒去，拄啊击到经过的小货车，车顶白仔囝捌掉伫内底，紧急送医，好甲再无性命危险。回头。另外，花莲市区通往七星潭的路里是规条路拢淹去，秀林乡台九饼线是出现两只透明沟仔水淹到路面。记者综合报道。咱南部地区为昨暉尾暗开始，风雨就愈来愈大，各地传出有路树倒去、积水甲淹水的情形，而且嘛，甲部落的居民暂时撤离去安全的所在。海葵风台吹沙岸侵袭南台湾，台南市中西路民族路2段吹沙岸7点外，有一辆路树仔被风淹烂倒，倒伫咧路中，相向的车拢未过。警方随进行交通管制，树仔刷走现场清理了，已经恢复通车，好在再无造成人员甲财物的损失。里长甲警方一户一户靠近居民先撤离，高雄嘉仙、六股等暂时危险区，一个桃园、南马社、武林3万乡，到初三下昼3点为止，总共撤离1425人。目前我们桃园区现在有453个人的病患以及我们的保全户呢，都已经在今天下午的4点前呢，都全数撤离完毕。伫立案了，包括宁夏、建定、凤山、林武区3点真久内雨量拢超过100毫米，造成凤山建国路2段、建定德昌路、轻轨凯旋站附近真侪所在淹水。警方由封锁线管制交通，尾下雨有较细，真侪淹水的路水拢开始消退。高雄轻轨全线伫今仔日中昼进行暂停行军。恢复了高雄捷运的调整班次制10分钟。屏东县的高树乡礼拜暗是雨量到58.5毫米。高树乡国福村徛街附近水淹甲正悬，已经看袂到路。屏东市民生路有一台粪扫回收车，雨风吹走到路中，真危险。暗时垦丁大街雨也真大，路的无啥人。屏东县太武乡公所自昨下昼开始有风声撤离马鞍、马术、嘉兴、平和等4个部落的居民到收容中心安置。屏东县政府统计，到初三暗9点，全县撤离的人数1206人，有4840户停电，通报路树仔倒去的超过30件。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海葵风台是带来真大的风雨。南投仁爱乡到85线昨暉发生崩山，车路是规个封起来。也那信义乡嘛有3个村紧急撤离。另外，台中有16个登山口有做管制，防止民众走去山顶。也那伫咧彰化甲云林是全面清查抽水，也佮有修理相关设备，要来因应洪灾。
土石一直为山坪出来，也个工程人员为崩塌的所在行过真危险。海葵风台内啊，南投县仁爱乡到85线7.9公里平井桥路段，车山发生崩塌，双向交通中断。这个所在是到达川、德乐国川主要的道路。外包厂商当地现场台面抢修。海葵台风的外围下雨的影响目前又有严重的一个崩塌现象已经公告说今天就是道路全天候的个封闭。信义乡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发生土石流，公所伫现场交通管制。另外，也伫新木村、东富村加东部村安排撤离，一定撤离57户170多人，其中有7个人是《西游记》的患者。红色警戒区域，那也是在土石流侵蚀区的一个范围内。那我们针对这几年的统计资料跟影响的这个程度来做判断，那这3个村是有立即撤离的这个必要性。因为风雨愈来愈大，南投县政府宣布停班停课。农业部针对南投县仁爱乡在内拢总4县市5乡镇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的我们的县市首长、我们的乡镇长，以及同步传给台北的中央应变中心，请这一些红色土石流地区的乡镇务必要做好所有的这些疏散撤离的工作。彰化无感受到风雨的威力，不过县长王惠美前往王京渔港视察抽水设备。云林县长张立宪嘛到149架清水溪桥视察山区防灾警备。11个这个抽水站，然后呢有110架的那个抽水机在备战中。交通的这个动线所以呢，我们特别请公务处了公务处我们已经预防性的这些重大的机具，通通进驻台中市警方是伫国关7乡顶16位登山口救防锁线，管制民众进入。面对4年来头一个登陆的风台，地方政府心境拢变正暗，唔敢放令。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局透早5点，针对18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是伫花莲、宜兰的山区、甲台中市的山区，都要特别注意，以防上大雨带来灾情。咱做伙来看分图。海葵风台暴风圈甲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咱台湾。今仔日偏乌有11级至12级的强阵风，云林以南、东部甲东南部沿海较空旷的所在，也有金门、马祖，嘛有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各地沿海风影是真大。请民众唔通去海边啊！若那气温的部分，各地高温是29至32度。明仔载风台离开，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要受短暂阵雨。若那南部甲东半部，也有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是有机会会落大水雨。西南部沿海偏乌甲金门可能会有大影，都要特别注意。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防部每年恢复办理1年期义务役，总人数差不多是9100个人。根据每年国防部预算书，为了解决外岛甲离岛驻军编制人数，甲实际人数比率较低情形，会有700个义务役分发去外岛甲离岛，平均13个义务役就一个可能会抽去外岛甲离岛做兵。所以咱来看《联合报》。每年2月开始，高中职全面免学费。因过私立高中一般科人是拢招袂甜，今年煞开红盘，甚至有的人数是比去年加1个班。高中的校长认为讲，这个现象当然是跟每年补助学费有关系。不过嘛，烦恼讲免学费，唔那是技术性的高中愈来愈无优势，高职可能会愈近消失。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连锁药房合康伫咧疫情的期间，是买真侪乌心的喙安，而且家己设计飘头搭伫咧喙安甲包装袋顶悬，配上去下底药房咧卖。新潮地方法院以诈欺处裁定罪，判负责人、营运长也有厂商等人1年至4年不等的徒刑，而且没收犯罪所得有上千万。再来，咱来看美国最近除了军事援助咱台湾。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台湾部队8月份参加美国中西部密西根州国民兵主导的军演，台湾受到中国的军事压力。美国拜登政府希望加强美台的军事交流，协助台湾提升国防能力。
8月，美国密西根州国民兵主办的联合大型演习北方打击，包含真济国的军队，规模超过7000人。日本产经新闻独家报道指出，咱国军完好参与，而且兵力比进前增加，看得出来台美军事交流跟合作有加强的趋势。在这个密西根的这个联合演训，主要是因为场地够大，所以国军参与的人员都可以有完整的步炮装。甚至是网络通讯、电子安全的这种演练，这一点可能在台湾是比较难施行的。7月，美国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伫听证会，互人问到伫密西根训练台湾部队议题时，并无否认，敢若表示无适合公开谈论。不过，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另外，美军原来持续补充弹药军量，要开10亿外，向美国采购 M67型杀伤手榴弹。到时阵估计会当得到70多万粒。它的信赖度、稳定度以及品质都是最新规格，这是更新我们现有弹药的品质。中国威胁不断，外交部长吴钊燮7日应邀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发表闭幕演讲。呼吁国际社会爱坚定支持乌克兰，也加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If we don't stop authoritarian China before it does anything to Taiwan, it will be ready to dominate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endanger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beyond. 联合国大会7月开议，吴钊燮也写文章予国家利益杂志，强调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就是支持世界和平。中国错误解说联台第2758号决议，联合国无应该排除台湾参与。记者综合报道。风太大恐惊嘛影响鸡卵的产量，开学了后，鸡卵的需求嘛变较大。为测试开始，鸡卵产地甲大卖计价1斤要起3块。另外有议员指讲，代理商超输进口巴西鸡卵，来米数超磅，加入可能的着眼。农业部长陈启中强调讲，有严格伫咧查验鸡卵，针对恶意造污，因会来提告。也若是有数码背回讲，不合格鸡卵一定拢会销毁。对啊，每天都要啊，有时候蛋花汤什么都会需要。厝内底煮食定定拢爱用鸡卵，家庭主妇拢会买。考虑开学鸡卵的需求大为增加，加上风太来，两家委员会决议，测试开始，产地甲批发价每袋斤拢起3块。就是一定会多买啊！明年要涨价的话，进前鸡卵无够，政府专案进口鸡卵，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齐卡心质疑，超市进口的巴西鸡卵绿霉素超过标准，加入恐惊的着感。对此，农业部长陈吉仲讲，进口的鸡卵绝对是严格的监管，有关外界不实的指控已经完整说明，那恶意来抹黑乱讲会提告。陈吉仲欢迎来告，逐批查验仍然是一种抽验，它不是逐颗查验。到底流入市面的里面有没有问题？已经在海关这边的逐批检验，有问题的就退运的，就所以不会进到国内来。巴西进来已经有70几柜只有3柜验出有问题啦，3柜130多万颗事实上比例非常低的。李义谦讲，进口两笔消费损失全部由贸易商来负担，农业部无补偿。第六届绿霉素的使用，国内早就已经禁用伫鸡卵上。如果过量的利霉素的话，其实它是有骨髓毒性的，它会增加再生性不良贫血的风险，也会增加血癌的风险。我们的氟甲黄利霉素或者利霉素都被我们的政府禁止使用在鸡蛋上。食药署初三是发新闻稿表示，输入两品是严格来监管，无合格全数退运销毁，无纳入国内市场，也继续加强边境查验，也有市场稽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美国内华达州，因伫咧沙漠举办火人节，因为汹上大雨，地区去参加的几啊万人是拢掉伫咧绿瓜梅内底，而且通报有1个人死亡。目前当局已经要求去参加的人都要就地避难。内华达州当局正伫咧调查一件死亡事件，伫欧洲城办的火人节，因为一场大雨，和7万多位参加的人掉伫咧绿果梅内边，通报有人死亡。警方已经通知家属，也要求大家就地避难，有人是想办法要离开。People are walking out. I think it took them about an hour and 20 minutes to walk to the highway. I have had other people in the camp that took their 4-wheel drive out, made it out just fine.
I heard the Rangers, if they catch you, will stop you from driving on it because it just makes matters worse at times. 这边的活动是自8月27到9月初4，在这段期间，当地沙漠地区落了2-3个月雨量，造成灾情，沙漠绿地变做绿谷梅，要行拢行袂啥叮当。负责管理活动举办场地美国联邦国土管理局讲，在过去24点钟的雨量，和路面出状况，将全面禁止车辆伫咧活动场地内面通行。接落来几天，雨会继续落，情形未比怎么较好。来回欧洲城的路已经全部都封起来，一寡要过去参加的人已经被冻乱。All these couches are soaking wet. There'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water buildup. 根据活动网站的介绍，每年有6万多人来参加伫咧这个偏远地区临时办的艺术创作、舞蹈加享受社区生活。而且的买票一个人575块美金，差不多大票18000。活动上尾啊，会烧一座名叫做“人的造型插贴”的建材，也是活动上尾的高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继续咱来看，伫非洲的国家厄立垂亚，有真侪人民因为总统伤过独裁，所以选择逃亡。伫初二，以色列有一群厄立垂亚的人民，因伫庆祝因的革命日，支持政府甲反对政府的双方爆发冲突。以色列警方用手榴弹来压制，佮引起抗议者的反击。尾啊，拢总造成包括30个警察在内，有100多个人受伤。以色列军警发射闪光弹，民众摕各种棍仔向警方划过。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的初二，当地非洲国家厄立垂亚的大使馆庆祝1993年9月7日厄立垂亚革命日的时阵所发生政府支持者甲反对人士的冲突。لما نحن يتصلون من مدينة شلانو رجال دكتاتور زي از لما هم مخفدين بوايوم لما مشترك إسرائيل مخفدين نتم لهم يصير لا دكتاتورين زي 以色列官方表示，同一天发放支持政府甲反对政府团体集会许可，双方拢承诺会保持距离，避免引起冲突。以色列警方到现场发射闪光手榴弹，部分抗议者刷向警方牵石头啊，佮放火烧粪扫塔。לצערי, החל משעות הבוקר הצדדים לא עמדו בהתחייבויות. לא עמדו בתנאי הרישיון שניתן להם לסכל את האירוע. אנחנו נערכנו פה בכוחות מתוגברים החל משעות הבוקר, גם במהלך הלילה, מכיוון שנכנסו ידיעות. 为厄立垂亚独立以来30年来拢是总统阿富瓦吉执政，人权组织批评当局的高压政策。美国甲欧盟阁因为厄立垂亚涉嫌侵权，到经济制裁这个国家。这场冲突造成包括30名警察，拢总超过110个人受伤，其中有8人重伤。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来关心北韩昨日搁试射飞弹，官方媒体讲这是战术核武模拟射击的演习。目的是要警告敌人。然后南韩的军方是推测，这届射的飞弹可能是会当挂火山31核弹头的飞弹。然后日本这边嘛抗议北韩直直试射飞弹，安尼是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北韩伫8月30日才打试射飞弹，过无几天，初二伫台湾时间透早3点左右，又搁发射飞弹。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个飞弹有可能是箭矢1型，也是箭矢2型的巡弋飞弹，会当搭载火山31战术核弹頭。日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佮一摆强调北韓的行為嚴重威脅地區甲國際社會和平穩定。前例のない頻度と新たな対応で続く北朝鮮による一連の挑発行動は、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にとって重大かつ差し迫った脅威であるとともに。这个北韓試射的飛彈飛行距離有1500公里，而且用8字形的軌道飛行，最後喺目標面頂150公尺的所在爆炸。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初3嘛報道說明是進行戰術核武模擬射擊演習。目的是警告敵人，而且其中試射2粒飛彈，佮搭載模擬核彈頭。南韓認為北韓的目的是威脅美國、日本佮南韓3個國家，典型會當對朝鮮半島的區域佮駐日美軍做核武攻擊的能力。日本政府對此對北韓的制裁。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中、米国及び韓國とも歩調を合わせ、3団体4個人を外為法に基づく資産凍結等の対象として追加指定することを。另外，為了推進發展軍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嘛伫同一天視察軍工廠甲相關的生產機構，對員工的生產力評價真懸，嘛展現強化國防經濟建設政策的做法。國際新聞台是董炳玉。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决定甲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洗头路，因为以前2021年任期的期间，捌帮助乌克兰得到数十亿美金西方军事援助，用来对抗罗西亚。不过，却是一直有国防部门借钱的指控。泽伦斯基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年半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整顿。伊希望新的国防部会当展现新的作风。再来关心乌克兰战争，也阁有可能甲中国爆发冲突的问题。就美国国防部伫较下底的承包商，利用海外生产线来增加武器火药的库存。美国当地放令海外生产甲美国制造商共享军事技术的规定，而且计划伫咧未来这几个月宣布一系列伫咧欧洲甲其他所在建立武器生产线的交易。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参加伫印度举行的 G20 领袖高峰会。拜登讲，伊是感觉真失望。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过夜会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来代表北京出席。镜头转来咱国内，警方昨日伫咧巡逻的时阵，伫咧新北市的新庄查到超过拘留时间甲失联的2个移工。警方去因住的所在看，内底还阁有几个移工，因为惊去互警察抓到，想要逃走。尾手是抓到7个超过拘留时间甲失联的越南籍移工，其中违法拘留上介久的是3年7个月。对后壁路台跳到雨闸，警察叫因拍落来，不过这个人却是赶紧走。下！警察爬起去抓人，不过这个人未到雨闸警察关的所在，因就是不爱落。看一下已经无所在通走啊，将伊愿意落咯。一对男女唔敢要离开南道镇。这越南籍移工，唔是失去联络，就是超过期限拘留。共乡这人原本工作拢伫全台湾各地，了后到斗阵伫新北市新庄租借出租套房，斗阵来生活。这边的住户会比较跟我反映，就是说都是一些外劳在这边出入啦。只要走在路上就很多啊，因为他们都会骑电动车到台北医院那边都是。警方昨日下晡3点外，先伫新庄的电竞场一带巡逻抓到失去联络移工，调派警力到大所在清查，所内底移工惊到唔敢开门，拍算对后壁路台逃走。预期拘留移工2名，失联移工5名，依入出国及移民法侦讯之后，并移送移民署新北专勤队。查到7名失去联络甲超过期限的移工，年岁在20到30岁，大部分捌伫咧钢铁厂上班，有当时做科技甲通讯这工作。违法拘留上久的已经有3年7个月，这摆毋但拢爱被遣返回国。警方嘛要查，伫因逃走了后，是毋是有头家非法请这人去工作，相关会罚7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的布地，遐流浪狗的数量是袂少。最近，清才发现有流浪狗啊，规阵走入去人的猪条或者是饲鹅场，有一户的猪互咬死11只，有90只受伤。另外一间饲鹅场有600多只鹅是去互流浪狗啊咬死。这些业者是了一个真正力，呼吁政府都要重视流浪狗的问题，而且想办法来解决。死去的猪仔排规排，身躯还有架伤的痕迹，有的连头都无去。嘉义县布地最近分别有猪条甲养鸭场3间去互流浪狗攻击，致使猪仔咬死11只，90只受伤，鸭咬死600多只，分别损失至少20-30万。5只狗啊，安尼成群结党走入去，咧冲猪仔，去的时阵咬甲流血流地，安尼现死2-3只，防不胜防。迄拢辛辛苦苦饲甲要会卖一个啊！流浪狗规阵走入去猪条甲养鸭场，鸭规阵互流浪狗惊甲死架走，毋过若叫夹条的毋放，家条数据无了后，8月2爬到现场，囥狗笼啊要掠狗，毋过流浪狗大部分是暗时出来，较歹掠，一礼拜也掠无着。即马就未来啊，嘛未来啊，来看看嘛是走。加强浪犬的捕捉及绝育后回放等源头管理措施。那自8月起呢，本县呢在回放浪犬的时候，会加强装设了行为矫正器，以降低浪犬的攻击行为。
为了防止流浪狗继续攻击家禽家畜，除了放狗笼啊、家畜数嘛辅导营地营业户，加强围篱这安全设施。不过，其实当地鱼窝也同款出现流浪狗会落水掠鱼，家畜数嘛派人到现场掠狗。居民也搁再呼吁政府重视流浪狗的问题，设法解决，以免民众的财产有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愈来愈侪诈骗开始伫咧虚拟的世界出现。调查局有查到一个查甫人，伊偷用一个美女的相片，利用变声器假作是查某的声，加来骗独身的男性恋爱甲投资。2个月时间，不法的所得有上百万。这届警方拢总是掠到6个人。霹雳小组为关楼水降落来掠诈骗的大本营。民家内逐位敲锤，甲真侪嫌犯拢掠起来，当场原来有查扣着犯案工具。这伫调查官正平，这个勇壮的查甫人为网络顶掠美女图，随机加 Line 专门教一寡歪教这查甫人，再搁用变声器甲较低声音变做西奶的查某声，或者罗汉卡陷入恋爱气氛，下一步就是诈骗。取得被害人的信任，随即提供不实投资或赚钱机会诈骗受害人。以虚拟货币投资，进而洗钱藏匿不法所得。4个主嫌带头的不法集团，透过网络游戏网站，专门找无头路的查甫查某，伫新北市的淡水做伙诈骗。这届6个嫌犯掠到，年纪拢较无30岁，短短2个月来，不法所得都超过140万。以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看国内诈骗统计，警方查到的案件，敢若今年前7个月都已经挖进2万件。财损超过40亿，刑事局提醒，尤其伫网络顶，爱特别提高警觉。譬如说你要消费的话，要慎防营业式的购物网站，不明的简讯的连结都不要去点选，因为有可能是连接到钓鱼网站，或者是引诱你到一个不明的投资群组。愈来愈侪人手机也无离心，也互网络交友拢烧热起来。万一若是拄到生分的网友鼓励加入群组投资，拢爱特别注意。若是无细致，就可能落入诈骗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灾伤亡真严重，大家印象是也拢真深。为今年开始，内政部营建署要求各县市8楼至15楼悬的大楼，每3年爱做公安检查申报。若厝内铁门阻挡逃生，敢是爱拆？技术认定的标准嘛无啥共款。有专家就讲，希望未来什么款的情形或者是违规，爱互大家明确了解，来增加安全检查的速度。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火伤亡严重，今年开始内政部营建署要求各县市8至15层主体大楼每3年必须办理公安检查申报。不过各县市执行的方法拢无同。台北市是要求有管委会的大楼必须伫每年第1季进前完成申报。若是台南市是以厝起几年分作2阶段来实施。台北市目前8层楼以上的集合住宅大概有4600栋左右。那目前的申报率大概50%。有管理委会的大楼，我们规定目前最慢要在明年第1季以前申报，如果没有在期限内申报，建管处会依法开罚。法规授权地方去做一个公告，像我们台南就是以屋龄来做一个基准。今年1月1号是以20年以内的一个大楼，那明年1月1号开始是20年以上的一个大楼，来做一个申报。若是加护防盗铁门阻挡逃生路线，是不是爱拆？原来互人关心。建筑技术规则伫民国71年7月15修正，根据法律无溯及既往原则，只有修法了后的建筑物才会受到法规的限制。营建署表示，防盗铁门袂使甲安全梯内楼梯跨度的短细半径相占，安尼无我都爱拆除还是改善。防盗铁门一定是都会往外开，会卡到我们刚提到的一个安全梯的一个回转半径的问题。透过管委会去跟住户他们去要求去做一个拆除。那事实上也有很多住户也愿意去做一个配合。谢义宣表示，关键是伫管委会安怎甲住户沟通解决，目前是以建筑法的技术规则来做检查。希望未来会当有更较明确的违规样态，互检查人甲住户会当知影，缩短一来一去的确认时间，加紧安全检查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风台是一个接一个扫过来，国内菜市价销直起，一粒高丽菜都要100多块。为了要让市场稳定，台北农产公司决定为9月初6开始供应大批菜市，甲价销压好价，卖继续观察市场调度甲供应的情形。有需要再买哈，不鼓励你买高丽菜，可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再买。当环大声叫卖，佮提醒民众，即马高丽菜价销较贵，现来一粒拢超过100块，有需要时阵才买。因为最近风台连续来几夜的影响收成，地处菜价一直起。没有很急需，短时间可以用别的菜来替代，因为高丽菜最近的价格真的比较高了一点。甲天空白啊抢时间，农民提前抢收。初三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购货量是14810吨，平均批发价销是45.5块。虽然比前一天的50.9块价销回温5.4块，不过未少人烦恼愈暗，风雨愈强，透早就去市场，都惊风台定落了后，菜价又搁较贵。我觉得大概贵20%左，感觉上水果也是有差。我会买一些腌制的菜来搭配，就少吃青菜这样。为平分菜价，台北农产公司要伫9月初6到初10释出差不多是50.2吨的大量菜洗到台北的超市，亲像大陆椰仔菜一包19块，番麦笋一盒18块，红菜头一粒33块，进口高丽菜一粒75块等，八种菜洗全部拢比一般的市价较俗。我们就是要比较属于多元化，高丽菜、叶菜类、花果类、根茎类。这些都有提供给这个超市的通路商，让消费者都可以来做一个选购。另外，批发市场部分北农表示，已经加量出货冷藏的买零钱，协调到菜农加倍强行出货，佮继续掌握中南部的会员沿供应予批发市场，希望沿予价销会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东的灾情。伫台11线有真侪树仔去互风扇断去，挡伫路中央，而且落大雨嘛看袂清楚，塞车是真危险。另外，台东出产的雪茄即嘛面临风灾，农民是拢加强防灾措施，希望会当减少损失。车前的零件都叉开约强要弄掉，才发现有树仔坏伫台11线的路面，真危险。台东有民家大樟树仔零件飞起来，船长烦恼影响安全，着急准备工具去处理。这次风台太大，我也很难过。这个部落很小，这么大的风灾，我们承受不了。用电线架雪茄果树固定，就是希望会当挡风雨。果农是讲风台来啊，雪茄树啊上惊倒去，会规丛拢报销，所以进前就用水平架啊固定。不过其他农民若做无使用水平架啊，恐惊只好看运气。台风前要是有很大量的雨，会使这一个土壤松掉、软掉，然后接着风进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就很大，就很容易就倒伏。果农烦恼天灾造成农损，十尾仔店是烦恼风台一直来乱，生理会有真大影响。即阵仔生理嘛拢无介好啦，拢10天就风台，2天就风台，2天就风台。海葵风台伫台东带来大风大雨，在地民众除了烦恼安全，恐惊伫风台过了后，都要搁开真侪时间来收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菲律宾的雪口 Island， 有真侪真水的风景。捌互时代杂志选做是全球的100大景点。不过，伫2021年，由于风台甲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在地建设是损断甲真严重，居民的生活是真歹过。经过2年多，观光是有较复苏，不过民生甲教育基础的中建，也阁有真长的路要行。台记台新闻采访团队今年7月份对台湾 NGO 组织去雪狗 Island 记录当地情形。台湾的团队完善呼唤，嘛伫台湾筹集中建的资金，按算要做教室的中建、甲营养午餐等等的教育专案。这礼拜台记新闻会推出菲律宾国际教育专题系列的报道，要带大家行入世界边界，来看台湾的青年安怎伫咧菲律宾建立教育中建的故事。
这是烤奶，世界上冲浪上有名的一个所在之一。四界拢会用看到真侪观光客伫遮佚佗。啊，毋过风台加上疫情的影响，规个岛屿受到真严重的破坏，学校嘛停课2年外的时间。今年远山河环来到遮，帮助当地的囡仔，希望互因会使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我can still excited。雷洪灾过后已经2年，却因为政府的资源不足，重建速度变得真慢。目睭所看到拢是岛上停建灾后了后影响，包含着车路、学校等公共建设。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很像是台风刚过，这些情况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立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对于台湾来 NGO 远山河环，本地是伫咧尼泊尔执行地动了后的学校重建计划，即马因将当地成功模式再来菲律宾，和关山的尼泊尔无相共。下年高度是海岛环境，远山河环特别设计4种符合在地教育专案，建立伫咧岛上的每一角市。因拜访教育局串联学校，也和在地社会企业合作，希望带动在地人做伙参与。Almost all schools in Siargao had damaged due to Typhoon Odette. We have a very low, in terms of prostration level, we have a very, we have 32% as of now in school year 2022. 第一个是跟当地合作，是我们可以深度了解在地需求，因为当地人一定比我们了解在地。第二个是这些专案的延续性都更高。台湾内的志工团体要伫遮建立中原教育，也希望培训出在地力量，甚至成立 NGO 组织协助更较侪人。远山河环表示，因入来是为着要离开，希望会当夜证到每一个需要协助的所在，也甲囡仔的未来建起来。记者洪兆成、黄文良，菲律宾夏尼高岛的采访报道。继续，咱来看伫云林的北港，有一个工艺师陈维光，伊会用回收的旧花卡来创作红仔。另外，伊嘛是真出名模型的收藏家，伊收藏真侪战机的模型，对战争的历史甲遥控飞行机有真深的研究。即马伊甲遮个真珍贵的收藏摕出来办展览，要甲大家来分享。只要讲到家己收藏的遥控飞行机，话题就讲袂停。这位是北港的花卡红仔工艺师陈维光，伊毋若是艺术创作者，嘛因为真介意飞行机，捌开过模型店，有侪收藏品。为着要展示这个珍贵的模型，陈维光伫咧伊的带学会者工作室办遥控飞行机收藏展，要和民众分享飞行机相关的知识和历史。遥控飞机由来，大家要知道说，在那个年代并没有3D。可以绘图这种东西，所以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有一个模型，先做有模型之后，经过风洞实验之后，它才会做真的飞机上去。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个全民国防的一个时代了。想借由这次的一个展览，有人家说寓教于乐了嘛，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了解说我们的飞机的一个发展史。这届被展出的飞行机，拢是陈维光正保守的收藏品，按古早的到现代化的机型，伊拢有。对伊来讲，佚佗物仔毋若是佚佗物仔尔，对这飞行机也会当看到科技的历史演变和时代的启示。我觉得说，有一些飞机它具有历史意义。当初你玩这种遥控模型，家长都会讲说啊，那是玩具，人家曾几何时，现在的玩具工厂也变成一个在生产无人机，俄乌的他们战争也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战争历史。以后飞机就是无人机的天下。无共年代机型的遥控飞行机，拢是无共时代缩影。这届遥控飞行机的展览办到9月中为止。陈维光本人嘛会伫咧工作室为民众做详细的了解，希望透过展览，毋若改变大家对佚佗物仔刻板印象，也通知影这个飞行机背后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的外埔有一间专门咧叫报道酒的酒庄，英过常常摕到国际比赛大奖。最近，因甲高雄产地大学研发团队研发这几年长型的深海熟成技术，甲葡萄酒浸伫咧台湾海峡7个月的时间，打造出台湾头一款深海熟成的葡萄酒。同日啊，佫摕到法国比赛金牌，团队是拢感觉真光荣。为海底甲体人仔扭起来，这内底装的毋是鱼仔甲虾仔，是一罐甲一罐葡萄酒。酒干仔顶罐佫生一粒一粒的七仔。
原来这是台中外部一间休闲酒庄，甲高雄产业大学副教授陈清辉团队研发出来深海食性技术。然后感觉口感比较活泼，比较浓郁，然后相对它的比较细致。但是很多人喝了以后都说，可能受到了这个瓶子的影响，都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海味。深海食性技术是这几档国外当咧兴的葡萄酒食性方法。为了完成这届技术测试，陈清辉搁特别去学冲水，摕到证照了后，甲以木桶食性5年的葡萄酒，用船送去台湾海峡20到30米的海底，搁再食性7个月。若在台湾第一罐深海食性葡萄酒，前一阵仔搁得到法国啤酒赛比赛金牌，互团队感觉真公平。真欢喜啦！因为台湾来讲的农产品哦，我都这个去世界得金牌，说起来不简单啦。像我们的九龙就经过了台风以后呢，那个台风的巨浪就把其中一团的那个缆绳给扯断了。评审讲，这款酒香气真高，为了带水果的味，酸甜适合食甜路的时阵啉。不过，陈清辉讲，因为海底食性的变数真多，会烦恼风台酒干那破气等等因素，所以这头一批食性的葡萄酒干那有800多罐，目前介绍也未定好，预计以后会真出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让这伙人有一个活动甲交流的好所在，云林北港农会办绿色照顾站，每礼拜安排各种的课程，这届邀请老师来教大家面人绳。虽然是真困难，不过在老师耐心的看教之下，大家对家己的作品亲手完成，拢感觉真满意。大家认真用德米亚编人绳活动手骨激头脑。云林北港农会伫高泽庄的绿色照顾站，请老师来教老大人编人绳。这段时段对家己编的人绳，拢感觉真满意，毋但做了欢喜，阁有成就感。真感谢北港农会，真真济但是都无机会有这个手艺就对啦。虽然真困难但是老师真认真咧教，我嘛真认真咧学。你编的足困难的，足困难的就对话啦。无老师你教编袂起来啦，摕倒厝放到客厅，若有果子也是饮料，拢甲摆咧足好诶。人来阮兜坐讲安尼赞，我话你来做一卡足水，对无？这个时段希望留有编辑的概念，不过一个都要编人绳，对因来讲也是无简单。大家是拢真认真，编出好看佮实用的人绳。这就是真完成好啊啦过来就是看，因是要吹包啊、馒头拢好啦也是要吹粿啦，是吹咸粿、菜头粿拢好啦。走落去咱若无吹呢，会当放蒜头，吹乌蒜头。北港农会自4年前成立绿色照顾站，每礼拜拢会安排无同课程，中昼嘛会传饭菜给时大者，都是希望老大人会当定定出门交朋友，做伙学手艺，生活精彩，心情嘛快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日本。在日本有一间做叶帮的制造商，因为长暗路徛咧困的这个惯势，得到灵感，因开发一种会当徛咧困的休困床。在东京原宿的咖啡店，这项新的产品8点钟是收825块的日票，等于是台票180块，要让消费者会当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通好休困一下。目前徛咧休困的所在，大细甲电话亭差不偌济，拄好用装一个人。各设计脚的珠仔、脚头的珠仔，用调整坐珠仔甲枕头，互人亲像当暗管都共款徛咧休困，唔是倒落，也就是趴咧困。キリンはですね、1日でだいたい20分ぐらい立って寝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よね。そこから取って、仮眠もですね、1日20分ぐらいがちょうどい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キリンの休息ということでジラフナップという名前にしました。瑞穗雀巢咖啡，2014年开始伫东京原宿经营一间休中老困的咖啡厅。最近引进一间北海道夹站帮制作商推出徛咧休困的所在，8点钟收825一票，相当180台票的计销，互上门消费人客来使用。どうしてもですね、横になって寝ていただくと、熟睡してしまって、1時間2時間寝てしまって、夜の睡眠に悪い影響が出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て、座って寝るスタイルを推奨しておりましたが、今回の自宅ナップであれば、立って寝ていただくので、20分の仮眠にすごく適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弊社の方から声掛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腰とか、立ったまま辛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案外その辺に負担はかからなくて、も
本当によく考えられている、システム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は感じました。东京这间咖啡厅徛咧困的所在，要试营运到9月17日，同时制造商也正努力向办公大楼并以这场所推销这项新产品，互民众上班有闲的时阵，加一个困一个透一口气的独立空间。经济合作甲发展组织 OECD 自2001年一项33个国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困的时间是上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咱拢知影狗的鼻仔是真敏感，除了会当做警犬甲掠毒犬，若是经过考古学家的训练，还佫会当倒找骨质甲位置内底骨头。训练一只考古犬都要2年的时间，而且伊的准确度有甲90%。狗仔伫海手甲常常发现人类无法度发现的信息，那经过训练，就已骗出3000年以前的遗骸，食到德国考古学家的好助手。Die Archedox kommen bei uns immer wieder mal, einfach wenn wir Bereiche haben, wo wir abklären wollen, könnten das Bestattungen sein oder nicht. Wir haben hier einige Ecken, 2, 3, wo wir sagen, das könnte eine Bestattung sein. Und dann lassen wir einfach mal die Archedox gucken oder riechen, ob da tatsächlich was sein könnte. Wir können das auch einfach so aufmachen und wissen es dann. Aber es ist immer ganz gut, im Vorfeld zu wissen, was auf einen zukommt. 这场考古犬在慕尼黑北部25公里的弗赖辛附近，诺伊法恩找找铁器时代甲凯尔特文化遗址。考古学家认为，这早期应该有人住，而且有一条古罗马道路。考古犬利用真厉害手脚找出遗骸可能在正确位置。Also wir treffen uns dann vor Ort auf so einem Ausgrabungsfeld. Und dann wird der erste Hund genommen, der sucht erstmal so über dieses begrenzte Gebiet, wie er suchen möchte. Also der kann links, rechts gehen, wie er meint, wie er suchen musste, wo er seinen Geruch herbekommt. Und diese Suche gibt uns gewisse Erkenntnisse. Entweder zeigt der Hund gar nichts an oder er hat interessante Stellen oder er bellt sofort. Und er kommt dann relativ schnell weg. Und der zweite Hund wird genommen, um das Ergebnis zu überprüfen. Weil ein 10 Minuten Suchen für den Hund, vor allem bei warmem Wetter, wo meistens die Ausgrabungen stattfinden im Sommer, ist wie ein Halbmarathon für Menschen. Das ist also sehr anstrengend. 创办人讲，训练一只考古犬要用2年时间，因骗到14公尺深度，准确率有90%。透过因的斗3工，已经达到真好的效果。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英国海军的驱逐舰无畏号。当地的加勒比海海峡，甲美国海华防卫队合作，掠海上毒品的走私，而且因嘛斗清理海鱼的粪扫。除了做环保以外，嘛互海龟上岸生卵的时阵，袂去食到塑胶粪扫。伫咧海沙堡即场穿制服的男男女女，有人斗相共捡海沙堡顶头的塑胶粪扫，有人帮助保育人员掠敢若是破病的海龟，互专家检查因破病的原因。这是加勒比海荷兰领土的古拉索岛。这群人是英国海军无畏号驱逐舰的官兵，因是自英国出发飞过大西洋，主要任务是要协助美国海华防卫队打击达定美洲到美国的海上毒品走私。今仔日有无同的任务，55位官兵参加岛上的志工团，协助海军保育团体做清理海沙堡甲调查的工作。HMS Dauntless was here today, teaming up with Sea Turtle Conservation Curaçao in a joint operation to catch some turtles in a research project here in Curaçao to find out the causes of diseases on the turtles here, the turtle population. It was a great collaboration, some cleanup activities, turtle catching, turtle checking, so a great insight in what conservation means. 英国海军即马是有伫咧设一项叫做“一动挑战”的活动，主要是要互各军舰的官兵伫咧执行任务的海峡，协助沿海国家清海沙堡的粪扫。每一台军舰的目标是一栋。即便伫咧古拉索岛参加公益活动，一天落来，官兵因总共捡200公斤的粪扫。当地保育人员讲，这片海沙堡是海龟会来遮生卵、产后代重要所在。尤其若是乱弹塑胶粪扫，包括塑胶鹿啊、管啊、杆啊，常常互进化的海龟食喺腹肚内，这是造成海龟破病的原因。对一寡遮尔远来的英国海军会当来斗3工，保育团体拢感觉真欢喜。伫咧结束一天的保育志工活动了，无畏号的官兵将会登去船顶，继续因协助打击海上毒品走私的任务。公司新闻徐家明编辑。
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天气。风台内天气较无稳定，民众都要注意安全。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